第6章教導神蹟。直到今天，耶穌嘅話因其公義、謙卑同純潔而進入人類嘅心。耶穌從唔講漂亮說話，佢冇對佢嘅門徒話聽從我嘅教導，而係話跟從我。同樣，基督徒應當喺自己嘅生活中活出公義、愛心同純潔嘅榜樣嚟。唔好貪圖金錢同財物，唔好愛慕嚟自人嘅稱讚同榮譽，亦唔好依仗權勢干預別人嘅生活。耶穌係我哋嘅表率。耶穌從山上落嚟，成群結隊嘅人跟住佢。有一個患麻風病嘅人跑嚟跪拜，話：主啊，如果你願意，你就能潔淨我。耶穌伸出手摸住佢話：我願意，你潔淨啦。佢嘅麻風立刻消除，潔淨啦。過咗一啲日子，耶穌又返到迦百農。佢在家嘅消息一傳開，人群就蜂擁而嚟，門外空地上都逼滿咗人。耶穌就向佢哋講道。呢個時候，人群中有4個人用擔架抬住一個癱瘓嘅病人嚟見耶穌。因為人逼無法進去，佢哋就對準耶穌所在嘅地方，將屋頂拆穿，將病人連擔架一齊吊咗落去。耶穌見到佢哋嘅信心，就對癱瘓嘅病人話：我兒，你嘅罪被赦免啦。有幾個經學家坐喺嗰度，心諗呢個成咩話？簡直係侮辱神。除咗神以外，邊個有權力赦免罪呢？耶穌通過聖靈立刻知道佢哋嘅念頭，就對佢哋話：你哋點解咁樣諗呢？對呢個病人講：你嘅罪赦免啦，或者講：拎起你張被走啦。邊一句話比較容易講呢？我要令你哋知道，人子在世上有權柄赦免罪。於是就對癱瘓嘅病人講：我命令你企起身，攞起張被翻屋企啦。嗰個人就企咗起身，即刻攞住張被，當住眾人嘅面走咗出去。大家非常驚奇，並讚美神，話：我哋從嚟冇見過咁樣嘅事。耶穌同門徒們返到加利利湖邊，有一大群人從加利利嚟，喺佢後面跟住，又有好多群眾，因為聽到耶穌所行嘅神蹟，專登從猶太、耶路撒冷、以土買、約旦河對岸以及泰爾和西頓一帶嘅地方跑嚟揾佢。耶穌見人多，就吩咐門徒替佢預備一隻小船，免得人群逼到佢，因為佢醫好咗好多病人，所有病患者都湧上前嚟要撫摸佢。耶穌返到屋企，群眾又紛紛湧至，令耶穌同門徒連飯都冇時間食。耶穌嘅親屬聽到呢個消息，就出嚟要勸咗佢，因為好多人話耶穌發瘋了。耶穌嘅母親同兄弟們亦都嚟咗，企喺外面，託人叫佢。坐喺耶穌身邊嘅人就話俾佢聽：你嘅母親同兄弟喺外邊要見你。耶穌話：邊個係我嘅母親？邊個係我嘅兄弟？佢睇住坐喺周圍嘅人，繼續話：你哋睇，呢度有我嘅母親，我嘅兄弟。每一個遵守神嘅意志去做嘅人，就係我嘅兄弟、姐妹同母親。當天晚上，耶穌對門徒話：我哋乘船到湖嘅嗰邊去吧。佢哋就離開群眾，上咗耶穌乘坐嘅船，一齊到咗湖嘅對岸。另外有其他船跟住同行。忽然湖上颳起狂風，波濤洶湧，波浪打進小船，船艙內幾乎灌滿咗水。耶穌卻喺船尾靠住枕頭瞓着咗。門徒叫醒咗佢，
話：老師，我哋就嚟浸死啦，你點解唔着急呢？耶穌起身斥責咗風，又對浪話：靜落嚟，唔准喐。一下子就風平浪靜啦。於是耶穌對門徒話：點解咁膽怯？你哋連一啲信心都冇咩？門徒們非常恐懼，彼此話：呢個人究竟係邊個呢？連風浪都聽佢嘅話。佢哋嘅船過咗湖，喺革尼撒勒靠岸。一上岸，人們立即認出耶穌，信息傳遍咗嗰一帶地方。耶穌到邊度，佢哋就將病患者用擔架抬到佢哋面前。耶穌無論到城市、鄉鎮、村莊，人們都把病人抬到街上，求耶穌允許病人摸一摸佢外袍嘅衣角也好，因為摸到嘅人病都好啦。耶穌睇住呢一大群人，就憐憫佢哋，因為佢哋好似冇牧人帶領嘅羊群一樣，佢就開始教導佢哋好多道理。耶穌再次坐船翻到對岸，立即又有一大群人聚集，耶穌就企喺湖邊。呢個時候，有一個管理會堂嘅人，名叫葉老，嚟見耶穌。佢伏在耶穌腳前求佢：我嘅小女兒病重垂危，請求你嚟為佢按手，醫好佢，救佢一命。耶穌就跟佢同去，人群亦擁擠住跟住佢。人群中有一位婦人，患血崩症已經12年，請咗好多醫生睇過，亦受盡咗痛苦，用盡所有嘅家產，結果病況不但冇好轉，反而更加沉重。佢聽見耶穌醫病嘅奇蹟，就加集喺人群中，走到耶穌背後，摸咗佢嘅衣裳。佢諗，只要摸到佢嘅衣裳，我嘅病就會好啦。於是佢嘅血崩立刻停止，佢亦親自感覺到病已經完全好咗。就喺呢個時候，耶穌都發覺知道有能量從自己身上支離出去，就喺人群中轉過身嚟問：邊個摸咗我嘅衣裳？門徒回答：你睇，咁多人喺你周圍逼嚟逼去，點解仲問邊個摸你呢？耶穌環視四周，要睇摸佢嘅人係邊個。嗰位婦人感受到喺自己身上所發生嘅事，就害怕得全身發抖，於是跪喺耶穌腳前，將實情毫無隱瞞咁講出嚟。耶穌話：女兒，你嘅信心救咗你，平安咁翻去啦，你嘅病已經痊癒啦。耶穌仲喺度講說話嘅時候，有人從葉老屋企裏邊趕嚟，講俾葉老聽：你嘅女兒已經去世啦，不必再麻煩老師啦。耶穌聽咗就對葉老話：唔使驚，只要信。然後帶住彼得、雅各同雅各嘅弟弟約翰一齊去，唔准其他嘅人跟住。佢哋嚟到葉老嘅屋企，只見在場嘅人都嚎啕大哭，一片混亂。耶穌對佢哋話：你哋點解大哭大嚷呢？孩子並冇死，只係瞓着咗。聽咗呢番話，佢哋就譏笑耶穌。耶穌請大家出去，只叫女兒嘅父母同跟佢嚟嘅門徒進入女孩嘅房間。耶穌握住女孩嘅手話：小女孩，我吩咐你起身。小女孩應聲而起，走落床。眾人都非常驚訝。耶穌鄭重咁吩咐佢哋唔好讓人知道呢件事情，又吩咐佢哋俾孩子一啲東西食。佢當時12歲。耶穌話：我鄭重咁話俾你哋聽，聽我嘅話，並相信差我嚟嘅神，就得永生，不被定罪，而且係已經出死入生啦。你哋唔好驚奇，時候快到啦，所有嘅死人會喺墳墓裏面聽見人子嘅聲音，而且都要出嚟。行善嘅復活後得永生，作惡嘅復活後
要受審判。到咗世界末日，作惡嘅人要好似毒草一樣被拔出嚟，掉到火裏焚燒。人子要差遣天使，將一切有人犯罪同作惡多端嘅人，從佢嘅國度裏揀出嚟，丟到火爐裏。嗰個時候，佢哋將要哀嚎悲慟，咬牙懊悔。而義人都要喺佢哋嘅天父嘅國度裏發出像太陽一樣嘅光芒。你哋應該留心聽呢啲訓言。天國好像埋藏在地裏的寶藏，有人發現了，就把它掩蓋起嚟，高高興興地回去，變賣咗佢所有嘅一切，然後買下咗嗰塊地。天國好像一個商人尋找珠寶，佢發現咗一顆極貴重嘅珍珠，就去變賣咗佢所有嘅一切，然後買下佢。天國又好像撒在湖裏的漁網，捕捉各種嘅魚類，網滿咗，漁夫將佢拉上岸，坐落嚟挑揀，好嘅就收起嚟，唔好嘅就丟棄。世界末日都係咁樣，天使要出嚟，將惡人從義人分別挑選出嚟，將佢哋投進不滅嘅火爐中。惡人喺嗰度必然要哀嚎哭泣，切齒懊悔。耶穌剛要上路，有一個人跑過嚟，跪喺佢面前，問佢話：善良嘅老師，我應該做啲乜嘢才能承受永恆嘅生命呢？耶穌對佢話：你點解要稱我善良呢？除咗神之外，冇邊個係善良嘅。你應該知道呢啲戒律：不可殺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竊，不可誹謗，不可欺騙，要孝順父母。嗰個人話：老師，呢一切我從小就遵守啦。耶穌睇住佢，亦憐憫佢，就話：你仲缺少一件，去賣掉你所有嘅財產，分俾窮人，你就會有財富積存喺天上。而且你要嚟跟從我。嗰個人一聽見呢番說話，面色大變，垂頭喪氣咁走咗，因為佢有好多財產。耶穌環視左右門徒，對佢哋話：有錢嘅人要進入神嘅國度，係幾咁難啊！門徒覺得十分驚奇。耶穌再對佢哋話：孩子們，要進入神嘅國度係多麼困難！駱駝穿過針眼，亦比有錢嘅人進入神嘅國度容易得多。門徒就更加驚訝，彼此話：咁樣，邊個能得救呢？耶穌定睛睇住佢哋，話：人做唔到嘅，神都能做得到，因為神萬事皆能。彼得對耶穌話：你睇，我哋已經犧牲咗一切嚟跟從你。耶穌話：我老實話俾你哋聽，任何一個人為咗我，為咗福音而撇下房屋、兄弟、姐妹、父母、兒女、田產，喺今世會得到呢一切嘅百倍。雖然要受到迫害，但喺來世佢必得到永恆嘅生命。而家好多走在前面嘅，將來反而要落到後面；而家走喺後面嘅，將來卻要超越到前面。喺去耶路撒冷嘅途中，耶穌將12位門徒帶到一邊，告訴佢哋自己將要遭遇嘅事。佢話：我哋而家去耶路撒冷，喺嗰度，人子會被出賣俾祭司長同經學家們。佢哋不但要判佢死刑，仲會交俾外國人，戲弄佢、唾罵佢、鞭打佢，最後殺害佢。但係3天之後，佢必定復活。呢啲話門徒一句都聽唔懂，因為呢啲話嘅意思係隱晦嘅。耶穌召嚟咗12位門徒，賜俾佢哋權柄，能驅逐邪靈，醫治各種病痛。耶穌話：我派你哋出去，就好似將羊送入狼群，所以
你哋要好似蛇一樣咁機警，像鴿子一樣馴服。你哋要小心，因為有人要出賣你哋，帶你哋上法院，又喺會堂裏鞭打你哋。為咗我嘅緣故，你哋要被帶到官員同君王面前受審判，而且要向佢哋同唔信神嘅人為福音作見證。你哋被捕嘅時候，唔好擔心要講啲咩說話，或者係要點樣對答，因為到嗰個時候，神會指示你哋該說嘅話。其實說話嘅唔係你哋自己，而係天父嘅靈通過你哋嘅口發言。兄弟會出賣兄弟，父親會出賣自己嘅骨肉，並置佢哋於死地。兒女亦會叛逆，迫害父母。你哋為咗信我，要被大家憎恨，但係凡能忍耐到底嘅，必然得救。如果你哋喺呢個城市受到逼迫，就逃到第啲城市裏邊去。我確切咁告訴你們，你哋仲未走遍以色列嘅城市，人子就會來臨啦。嗰啲只能迫害肉體，卻不能消滅靈魂嘅，唔好怕佢哋，要懼怕嘅係神，因為佢能將你嘅身體同靈魂都投進地獄裏。麻雀雖然連1分錢都唔值，如果你哋嘅天父唔允許，一隻亦都唔會死。至於你哋，就連你哋嘅頭髮一根一根咁都數過啦，所以唔好驚。難道你哋唔比麻雀更貴重咩？凡公開承認我嘅，我在天父面前必定承認佢；但喺人面前唔承認我嘅，我喺天父面前亦一定否認佢。唔好以為我帶嚟大地平安，我並冇帶嚟和平，而係帶嚟刀劍。我嚟係要叫人分裂，兒子反叛父親，女兒背逆母親，媳婦圍拗婆婆。咁樣，你嘅仇敵一定係你自己屋企裏嘅人。愛父母勝過愛我嘅人，不配跟從我；愛兒女勝過愛我嘅人，亦不配作我嘅門徒。不背起自己十字架嚟跟從我嘅人，亦不配係我嘅信徒。維護自己生命嘅，必定喪失佢；但為我犧牲生命嘅，反而得到生命。一個人愛你們，就等於愛我；愛我就係愛差遣我嚟嘅嗰一位。因某人係傳道人而接納佢，嗰個人必得到同傳道人同樣嘅賞賜。因某人係義人而招待佢嘅，嗰個人必得到同義人一樣嘅賞賜。無論係邊個，因某人係我嘅門徒，縱然係最低微嘅一位，而俾佢一杯水飲，我鄭重咁告訴你們，嗰個人唔會得唔到賞賜。有一次，耶穌一個人喺禱告嘅時候，門徒亦喺附近。耶穌問佢哋：民眾話我係邊個？佢哋回答：有啲話你係施洗嘅約翰，有啲話你係以利亞，亦有啲話你係古代嘅一位先知復活啦。耶穌又問：你哋呢？你哋話我是誰？彼得回答：你係神嘅彌賽亞。耶穌鄭重咁囑咐佢哋，唔好將呢件事告訴任何人。佢又話：人子必須遭受好多苦難，被長老、祭司長同經學家唾棄殺害，但到咗第3天，佢要復活。耶穌又對大家話：如果有人要跟從我，就必須捨棄自己，天天背起佢嘅十字架嚟跟從我。想保留自己生命嘅，必失去生命；但為我犧牲自己生命嘅，必得到生命。一個人就係擁有咗全世界，卻迷失咗自己嘅靈魂，仲賠上咗自己嘅生命，呢個有咩好處呢？有人帶住小孩嚟見耶穌，請耶穌摸摸佢哋，門徒卻責備嗰啲人。耶穌睇到咗，就生氣咁話：讓小孩子到我呢度嚟，唔好阻止佢哋。神嘅國度就係屬於咁樣嘅人嘅。
我實實在在咁話俾你哋聽，人若不以小孩一樣嘅心相信神嘅國度，就絕對進不去。於是耶穌抱起孩子，為他們一一按手祝福。耶穌、門徒們同一大群人從耶利哥出嚟嘅時候，有一個盲眼嘅人，名叫巴底買，坐喺路邊討飯。巴底買聽到經過嘅係拿撒勒人耶穌，就大聲呼喊：大衛嘅子孫啊，可憐下我！好多人責備佢，叫佢唔好嘈，但佢反而大聲喊叫：大衛嘅子孫啊，可憐我吧！耶穌企喺度，話叫佢過嚟啦。眾人就對盲人話：放心啦，起身，佢叫你啦。嗰個盲人立刻丟下外衣，跳起嚟，跑到耶穌面前。耶穌問佢：你要我為你做乜嘢？盲眼嘅人話：老師，我要看得見。耶穌話：去吧，你嘅信心救咗你。盲人立即可以看見，便一路跟隨住耶穌。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德慕，係位猶太議員。佢晚上嚟揾耶穌，話：老師，我哋知道你係從神嗰度嚟嘅師傅，因為你所行嘅神蹟，如果冇神嘅同在，係不可能做到。耶穌回答：我鄭重咁話俾你聽，人如果唔重生，就唔能夠見神嘅國度。尼哥德慕問：老咗之後，人點樣重生呢？佢點樣能再進入母腹生落嚟呢？耶穌回答：我鄭重咁話俾你聽，人如果唔係從水同聖靈生出嚟嘅，就不能進入神嘅國度。從肉體生嘅仲係肉體，從靈生嘅先至係靈。唔好因為我話你必須重生而感到驚奇。風在吹動，你聽見風嘅聲音，卻唔知道佢從邊度嚟，往邊度去。凡從聖靈生嘅，亦都係一樣。尼哥德慕話：點解會有咁樣嘅事呢？耶穌回答：你係以色列嘅老師，連呢件事都唔明白嗎？我話俾你聽，我哋知道嘅，我哋先講；見過嘅，先至作證。但係你哋仍唔肯接受，同你哋講關於地上嘅事，你哋尚且唔信。我如果同你哋講關於天上嘅事，你哋點會相信呢？神深愛世人，甚至於將佢唯一嘅兒子賜俾人們。神賜佢嘅兒子，係要一切相信佢嘅人，不至於滅亡，反而得到永恆嘅生命。神差遣佢嘅兒子到世上嚟，唔係要定世人嘅罪，乃係要通過佢拯救世人。凡相信神嘅兒子嘅人，罪就被赦免；唔信嘅人已經被確定為罪人啦，因為佢唔相信神嘅兒子。光嚟到世間，人們因為自己嘅行為邪惡，唔愛光，反倒愛黑暗。呢個就係佢哋被定罪嘅原因。做壞事嘅人都恨光，唔肯接近光，因為怕佢嘅行為被揭露出嚟。但係進行真理嘅人卻愛接近光，以顯示佢所做嘅係靠神嘅旨意而行。事後，耶穌同門徒嚟到猶太地區，留咗一段時間喺嗰度施行洗禮。約翰亦喺靠近撒冷嘅哀嫩施行洗禮，因為嗰個地方水多，好多人都去受洗。有一天，一個猶太人同約翰嘅幾位門徒為咗潔淨禮儀嘅問題爭論起嚟。呢啲門徒對約翰話：老師，從前同你喺約旦河對岸，你為佢作見證嘅嗰一位，現在亦同人施洗，而且眾人都去咗佢嗰度。約翰回答：如果唔係神所賜嘅，人不能得到什麼。我曾經話過，
我唔係彌賽亞，我只不過係被差遣嚟為佢作前驅嘅。呢句說話你哋可以為我作證，佢必壯大，我必萎縮。那從天上來的超越萬物，出於世上的仍屬於地，所講的也局限於世。那來自天上的就在萬物之上，佢將所看見所聽到嘅作見證，但係冇人肯接受佢嘅見證。嗰啲肯接受見證嘅人就會承認並證明神係真實嘅。神所差遣嘅就講神嘅話，因為神無限量咁將聖靈賜俾佢。天父愛佢嘅兒子，已經將萬物都交喺佢手中。順從神嘅兒子嘅人就有永恆嘅生命，不順從嘅人不僅得不到永生，而且神嘅憤怒永遠加喺佢哋身上。